下客文填名，酷多奧里度，文理修風，新竹客家人，中小學客語先生，也下大眾啦。頭擺有一個人按到飯單，雖然服下酷多奧里度，不過佢拜白公嘅時節，還係祈求白公講。韓年前漢人淫婦，唔他飯單嘅人窮。也係我改寫八仙菜嘅故事起頭。5年前，是頭一個6年生嘅細阿妹講也照顧去參加國年日第12屆兒童模擬講故事比賽。弟弟台上講到一流了，我坐喺台下點點頭，心肝肚頭痛，開上佢有得名嘅希望。沒想到比賽失棒。擔任主審嘅係一個小學退休校長，佢上台講評，我教學生嘅講也照顧嘅內容，竟然本佢倒腳。飯單木卡，酷多奧里度，唔識通過按唔樣嘅講法。木卡按酷，目前買東西食，哪有東西好奧里度？所以按樣講，唔錯。下一擺指導小朋友講故嘅先生，愛較注意到誒。聽到按樣嘅講評，聖經會壓到奧里度，哪有也種評審？自家唔識聽過，少見多怪，還講特撒教唔錯，講唔錯，看也嘅退休校長，差唔多也有一甲子嘅細事。因為唔識聽過酷多奧里度也記動物嘅客家話喏，韓細時節接上聽外婆外妹講呀，有按樣嘅講評，用舌頭去上咩啲外吐去參賽嘅學生無打定。今日下晝轉到福卡，老公看外面處處問外壓麥嘅，幾十個選手上台講故。是我學生講嘅本主沈先生險到處事，我老公講出心肝肚嘅委屈。老公講，也個評審拍係正肚嘅蛤蟆，唔識出空，又唔係後生人，讓唔識聽過酷多奧里度，後擺帶佢虎口，識聽過來屋下做創業嘅阿嫂阿爸，講佢到屋下酷多奧里度。三位從細本也愛送來做創業。聽老公按樣講，雖然有知道一時的安慰，不過還係經常見搏去搏擊，又唔係打電話本愛老愛問佢服下按酷，冇錢買東西，讓我奧里度。我妹應講，好日人當好命，唔識食個苦。唔啲窮苦人冇三餐好食，要到都市變背囊，凊彩殺到東西是實在窮，趕佢有吃冇吃，冇管過嘅水啉到飽，讓唔會奧里度。嘅暗晡，我還啲面書當個做田野調查，好得來留言嘅客家朋友同朋友談過酷多奧里度。有一個客家長輩分享，講佢做生意嘅時節，帶啲山那白辣角，實看過帶啲冇幾眼毛了肚嘅窮苦人家，連先賣生到樣板型都唔識看過。大體都係食野菜也個幫荷包水，那係食太多，當然會奧里度。現代人食作都冇少，唔識帶個山肚。機會唔到客家先民，酷多奧里度也繼續呢。還有一個客家先進講，酷多奧里度就係形容嘅豆腐卡丟離忘別嘅人，冇正常嘅食物好食，比如講米飯、肉絲、青菜、果子也豆，空心肚、青色嘅酸酸澀澀，也係粗少嘅東西，胃腸都唔掉。無法度吸收，輕觸為奧里度。前一波嘅看電視新聞，假沙做人嘅難民無水無電無服無食物，
海人世子因為南山林而做水，上菜而老爸，日日過到凊彩過。本來回想5年前指導小朋友參加講古比賽嘅事情，相信倆一大群難民應該做得體會到苦多奧里度也記客語嘅意思。經過100嘅經驗，究竟我日後聽到唔識聽過嘅客語，做唔得凊彩批評別人講唔錯，但潮難少一窩蜂，一場難抵四面風。台灣客語有四海太平安5種腔調，各腔都有自家嘅歷史，其實值得大家互相尊重、欣賞。尤其以下嘅教育強調多元文化嘅價值老寶貴，因而無強嘅客家族群，愛行卡團結，行卡實忙傳承自家嘅語言老文化，爭有法度，啲多元文化嘅社會制度操上運作。特別種下午水土水，這每日老師提人聽會計通江水戰讀。上天種在身體中，新夢已修開，仲未將分享開在講學會，大家從下來。